歡迎嚟到幽默港漫密室大逃脫，我係呢個遊戲嘅主持。每個密室入邊都有提示卡，只要認出每間房嘅幽默港漫角色，佢哋就會現身，帶你去下一個密室。最後成功走出所有密室嘅就贏啦！準備好未？第一關嘅角色係同60年代嘅幽默港漫有關，立即開始。60年代？我嗰時都未出世喎，唔係第一關就出局啊嘛？咦？個黑影高高瘦瘦係邊個呢？呢個角色成日着同一款衫，為人好管閒事，又中意整蠱人。啊，我知啦，係老夫子。啱啦，王澤響60年代開始創作老夫子漫畫，內容詼諧，文字簡潔，刻畫咗唔同年代嘅香港社會。佢仲好中意用4字詞語做漫畫標題添。咦？咁另外嗰兩個係？哦，呢兩個角色係由黃思馬創作嘅，響60、70年代成日響明報副刊連載，除咗標題簡短，仲冇乜對白添。咁我估佢哋係契爺同牛仔。冇錯，作者黃思馬用佢自身經歷講述牛仔一家嘅日常生活趣事，輕鬆幽默之餘，又充滿溫馨父子情。好嘢，過關！哈！呢個角色響70、80年代好流行噶，細細粒，身高唔夠5尺，而且永遠只得9歲半，人細鬼大。仲唔係壽星仔？上官小強創作噶嘛，我嗰陣都有追。壽星仔嘅故事由圍繞日常生活發展到偵探懸疑，仲成日講埋70、80年代嘅潮語添。哇，咩事啊？俾張提示卡你啦，呢個好經典，係出自金小文手筆。哦，呢個一定係哨牙珍，佢嘅外形夠晒獨特。啱啦，過關。哇，呢關有咁多個嘅，但睇落佢哋又唔似係人喎。係動物嚟噶，你試下估下。呢隻行路壓下壓下咁，唔通係連載漫畫飯戲劇場內嘅小企鵝？另外嗰對慢吞吞行得咁自由，我諗係白貓 Q 小子同黑貓 A 博士。全中。千禧年後出咗唔少幽默漫畫家，好多都係用動物嚟做創作。丁丁企鵝係江記作品，小企鵝乜都可以玩一餐；而白貓黑貓係馬星元作品，以幽默手法傳授知識。而呢隻響雜誌連載嘅叮當，就係由夫妻檔組合洪文婷同陳宇峰共同創作。叮當源自佢哋嘅愛貓，漫畫裏面成日講笑話，為讀者帶嚟唔少歡樂噶。而呢兩個就係蘇敏儀創作嘅老少女同佢嘅愛貓。漫畫屬於半自傳式，用咗日記形式記錄咗佢同寵物貓嘅日常生活。哇！呢關全部角色都出晒嚟，犀利！最後一關啊！左手面嗰個咁粗獷又咁麻甩，肯定係大麻城啦。作者係蘇永康啊嘛，畫風以樣衰但有內涵見稱，好有特色。另外嗰兩對情侶係，中間嗰對係彭康怡嘅 IT 男與藝術女，佢嘅創作靈感係嚟自佢同伴侶嘅日常生活，喺網上連載，好受歡迎噶。哦，咁我估另一對係大大與小妹。冇錯，作者小妹將自己同伴侶日常相處嘅生活點滴，包括由戀人到成為夫妻嘅故事，發佈到網絡上邊，內容搞笑，引起好多讀者共鳴。恭喜你，終於成功走出所有密室啦！呢度所有幽默港漫角色都係本地漫畫家創作出嚟，唔單止各有特色，仲反映咗當時嘅社會百態同生活日常。大家不妨用幽默嘅角度重新解讀生活啦〜